購買居屋之後，屋主希望營造清爽住宅，滿心期盼等待住呢一個溫馨嘅屋企，於是設計師透過空間配置扭轉局部嘅昏暗，選用咗淺灰、木色、米白色嘅配搭，全屋結合健康嘅建材，為屋主創造一個大收納嘅清爽美宅。空間透過設計師對於顏色、板材嘅重視，將風格重新定義，唔再圍繞造型嘅多變，反倒從生活思維下手，運用統一嘅色調，保齊最重要嘅收納空間，營造溫馨而清爽嘅空間，並且兼具實際又耐用。懸浮櫃電視牆算係相當常見嘅電視牆設計，基本上就係簡單嘅懸浮電視櫃，配搭油漆電視牆、大理石電視牆，輕盈嘅立面能夠減輕空間嘅壓迫感。櫃下嘅鏤空就可以結合燈光，提升客廳嘅柔美氛圍，亦都可以當作掃地機械人嘅屋企。一入門，玄關區安排咗一個大型木質收納櫃，規劃獨立高櫃收納屋主嘅鞋襪，滿足獨立收納同埋展示佈置嘅需求。較為局促嘅高櫃設計安排喺空間深處，視覺感受更自在舒服。開放式嘅客飯廳、多功能房間，以鐵件拉門取代實牆，區隔兩個區域，保留良好採光同埋生活互動性，劃分領域界線，兼具獨立同埋視覺嘅開放性，集多種好處於一身。睡房除咗擺放床鋪之外，通常都要擺放衣櫃、梳妝台或者床頭櫃，亦都越嚟越多屋主希望睡房可以有私人辦公空間。尺數有限嘅睡房入邊要滿足上述嘅機能，不妨參考睇睇，將收納、閱讀同埋置物需求整合埋一齊，就好似而家嘅系統櫃唔再只有模組化設計，可以透過客製化整合一併規劃入去。寵物專用門可以俾貓咪可以自由進出家入邊嘅唔同區域，唔使依賴主人開門，咁就可以滿足貓咪探索嘅天性，又唔會打擾主人嘅日常生活。無論係新建嘅房屋或者翻新嘅廚房，選擇合適嘅配色，唔單止係廚房嘅風格、空間感嘅關鍵，亦會直接影響烹飪者下廚嘅心情。木係廚房為日系風、療癒風常見嘅配搭色系，而木質本身擁有好多種紋理同埋色調，而係一種經典而且又耐看嘅選擇。透過唔同嘅材質同埋配件配搭，例如台面石或者精緻嘅燈具，只要係小細節做改變，就可以創作別致嘅經典木質風格。走入浴室，迎面而來嘅係一種沉靜而溫暖嘅氣息。選擇以溫用嘅木色洗手櫃作為視覺嘅焦點，就好似將一抹溫暖嘅陽光帶入咗呢一個私密嘅場域，同呢一個木色洗手櫃互相呼應，係整個空間中大面積嘅灰色調。而灰色並非冰冷單調嘅單一色彩，而係好似調色盤咁樣，變幻出豐富嘅層次。為咗增加空間嘅層次感，我哋喺細節上做足咗功課，例如花灑選擇簡約嘅啞光黑色，與木色和灰色都能夠完美配搭，增添一絲精緻感。